大家好，我是隋医师，今天想和各位女性朋友聊一个特别扎心却又特别常见的话题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？明明食量比年轻时少了一大半，晚餐连淀粉都不敢碰，家事照做，公园也常去走，可一过50岁，尤其进入更年期这几年，体重计上的数字就像失控了一样，一个劲儿往上跳，半年胖5-6公斤都是常事。更让人委屈的是，肉还专挑肚子上长，腰围一圈圈变粗，慢慢就成了俗称的中广身材。我接诊过很多这个年纪的大姐，都因为发胖特别焦虑，总觉得是自己意志力不够，动得太少，于是开始拼命节食，甚至一天只吃1餐。可最后要么越减越胖，要么身体搞垮了，头晕乏力，月经更乱，得不偿失。今天我以一名内科医师的身份，郑重地跟大家说一句，这真的不是你的错，既不是你懒，也不是你贪吃。如果你还在用年轻时少吃多动那一套来减肥，我不客气地讲，大概率会越减越糟，还会伤了身体根基。今天我就把更年期女性的代谢密码拆解开，不讲偏方，不搞噱头，只讲你们必须知道的生理机制，为什么这个阶段身体会抗拒减肥。我们又该怎么通过调整饮食和生活习惯，不挨饿不自虐，稳稳把失控的体重和血糖拉回来？这关乎的不只是身材好看，更是你下半辈子的健康底气。首先我们要厘清一个观念，年轻时你少吃2口，跑跑步，体重很快就降下来，那是因为当时荷尔蒙平衡，代谢引擎正常运转，身体能顺畅地消耗热量。可到了更年期，情况完全变了，身体的运行规则已经换了一套，不管是自然停经，还是因为手术等原因导致的停经，对女性身体最大的冲击就是卵巢退休了。卵巢一退休，原本由它负责分泌的雌激素就会出现断崖式下跌。很多人只知道雌激素和生殖有关，却不知道它是女性身体里的代谢总管，管脂肪分布、护血管健康、维持肌肉量，甚至调控胰岛素的敏感度。这个总管一旦离开，身体就会陷入恐慌。这时候原本只负责处理压力的肾上腺就会被迫出来代班，分泌少量女性荷尔蒙，维持身体运作。打个比方，这就像一家公司的总经理辞职了，只能临时抓来保安队长顶替。保安队长本身工作就重，现在还要兼职总经理的活，必然会处于过劳状态。要是这时候你还坚持节食少吃，身体就会接收到一个更可怕的信号，不仅内部管理混乱，外面还闹饥荒。为了保命，身体会启动节能模式，拼命抓住每一点热量，把它们都转化成脂肪存起来，而且优先存在肚子上，因为这里离内脏最近，后续取用能量最方便。这就是为什么你越节食，肚子反而越大的根本原因。所以在这个阶段，单纯算热量没用，我们要算的是荷尔蒙账。除了肾上腺的代偿压力，还有一个更棘手的幕后黑手，叫做胰岛素阻抗。这个词听起来有点专业，我用大白话给大家讲明白。胰岛素就像身体里的守门员，或者说一把钥匙。你吃完东西后，血糖会升高，胰岛素就会分泌出来，拿着这把钥匙打开细胞的大门，把血液里的糖分送进去给细胞供能。但到了更年期，因为缺乏雌激素的保护，再加上长期压力大，导致皮质醇偏高，你细胞的锁孔就会慢慢生锈，胰岛素这把钥匙插不进去，门打不开，问题就来了。第一，细胞吃不到能量，你明明刚吃完饭没多久就又觉得饿，还总觉得身体累没力气。第二，血液里堆积了大量糖分和胰岛素，身体为了处理这些糖，会拼命分泌更多胰岛素。高浓度的胰岛素在血液里流窜，会下达2个指令：停止燃烧脂肪，立刻合成脂肪。你看这多可怕！只要有胰岛素阻抗，你的身体就相当于一台脂肪制造机。哪怕你吃的是燕麦、地瓜这种健康食物，只要量没控制好，刺激了胰岛素分泌，脂肪照样会囤积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更年期女性体检时，明明没吃甜食，却查出三酸甘油脂过高、空腹血糖偏高，甚至被医生警告是糖尿病前期，全都是胰岛素阻抗在作祟。雪上加霜的是，到了50岁，要是我们不刻意锻炼，肌肉量会以每年1%到2%的速度流失。肌肉是身体燃烧热量的引擎，引擎越来越小，
哪怕你吃的和以前一样多，身体烧不掉的热量也会越来越多，最后都变成脂肪堆在身上。你看，荷尔蒙改变、胰岛素阻抗、肌肉流失，这三重打击叠加在一起，少吃多动这种单一策略，自然打不赢这场减重仗。那到底该怎么做？别着急，接下来我讲的每一点都好操作，大家照着做就行。先讲吃，我不建议大家像年轻人那样算卡路里，又累又难坚持，还容易反弹。我推荐一个最简单、最有效，也是我们临床中一直推广的法则：211餐盘。不管你在家去吃自助餐，还是买便当，只要用这个视觉比例来搭配，就能稳稳控制血糖和胰岛素，从根源上减少脂肪囤积。什么是211餐盘？把你的圆盘子想象成4等份，按下面3个比例搭配就行。第一部分，蔬菜占2份，也就是盘子的一半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没有之一。很多大姐跟我说，陈医师，我有吃青菜啊，便当里那几根油菜就是真的不够。你要吃到2份蔬菜，大概是2个手掌捧起来的量，而且越实在越好。优先选深绿色蔬菜，比如地瓜叶、空心菜、青花椰菜、秋葵、菠菜这些，哪怕去吃卤味，也多加点海带、萝卜、金针菇，把蔬菜量补够。为什么要吃这么多蔬菜？因为蔬菜里的大量膳食纤维就像肠道里的栅栏，能阻挡糖分和油脂快速进入血液，让血糖波动变平稳。血糖稳了，胰岛素就不会乱分泌，脂肪自然就不容易囤积。第二部分，优质蛋白质占1份，也就是盘子的1/4。说实话，这是中老年女性最容易吃不够的一项，也是代谢变差的关键原因之一。你一天到底需要多少蛋白质？很简单，伸出你的手掌，不包括手指的部分，看看手掌的大小和厚度。你一餐至少要吃到一个手掌大小同等厚度的蛋白质，一天3餐加点点心，总共要吃到3到4个手掌的量。哪些属于优质蛋白质？鸡蛋、豆腐、无糖豆浆、鱼类，尤其是鲑鱼、青鱼这种富含 Omega-3 的鱼，对调节荷尔蒙特别好。鸡肉、猪瘦肉都可以。要是图方便，去便利店买2颗茶叶蛋，1盒无糖豆浆，也是不错的蛋白质补充。我见过很多妈妈为了省钱，或者觉得肉不好咬，早餐吃稀饭配酱瓜，中午吃汤面，晚上吃点剩菜，这样的饮食结构，蛋白质严重不足。没有足够的蛋白质，肌肉怎么合成？免疫系统怎么维持？代谢怎么可能快得起来？大家一定要记住，蛋白质还有热效应，身体消化蛋白质需要消耗更多热量，所以吃够蛋白质本身就是在帮你减肥。第3部分，健康淀粉，也就是碳水化合物，占1份，同样是盘子的1/4。这里要重点提醒，是健康淀粉，而且只占1/4，多一口都不行。这是很多人的雷区。现在大家养生观念好了，知道不吃白饭，改吃糙米、五谷米、燕麦、地瓜、南瓜，但这些东西本质上还是糖。对于有胰岛素阻抗的更年期女性来说，你吃1碗白饭和1碗燕麦，虽然吸收速度有差异，但如果量没控制好，最后都会转化成脂肪。所以这一份淀粉的量，大概是你半个拳头大小，或者说半碗饭的量。如果今天你吃了地瓜、玉米、南瓜，那白饭就要减量，甚至不吃。千万别觉得燕麦健康，就早上煮1大碗吃，那样血糖照样会飙升，胰岛素照样会出来干活，脂肪还是会囤在肚子上。讲完吃，再来讲动。很多大姐都很勤劳，每天忙里忙外，家事全包，觉得自己动得不少。但我要跟大家说，这叫劳动，不叫运动，对提升代谢、改善胰岛素阻抗效果微乎其微。还有些人喜欢去公园散步1小时，这很好，能促进血液循环，但这属于有氧运动。对于有胰岛素阻抗的更年期女性来说，光靠有氧运动减重效果很差。你真正需要的是力量训练，也叫肌力训练。别一听到力量训练就觉得要变成健美小姐，或者要花大钱去健身房请教练，完全不用，在家就能做，简单又安全。为什么一定要做力量训练？因为肌肉是身体最大的葡萄糖储存库，
当你做力量训练时，肌肉会主动把血液里的糖分抓进去供能，这能直接改善胰岛素阻抗，还能增加肌肉量，提升代谢，相当于给身体的热量引擎升级，让身体能更高效地烧热量。我给大家推荐3个简单的动作，每天花15到20分钟，做到肌肉微酸、微微发抖就可以，比你走1万步对代谢的帮助还大。第一，深蹲，在家看电视的时候扶着椅子背，慢慢往下蹲，屁股往后坐，感觉大腿前侧用力，蹲到膝盖不超过脚尖，再慢慢站起来，一次做15到20个，分2到3组。第二，爬楼梯，不是快跑，是一步一步踏实踩上去，感觉大腿和屁股用力，每天爬3到5层楼，不用追求速度，重点是发力感。第三，举水瓶，拿2个600毫升的矿泉水瓶，双手侧平举，举到肩膀高度，停留2秒，再慢慢放下，一次做12到15个，分2到3组，能锻炼肩膀和手臂肌肉。除了吃和动，还有一个经常被忽视但至关重要的点，压力管理和睡眠。我们前面说过，更年期的肾上腺已经在加班过劳了，要是你这时候还熬夜追剧、为家事烦心事睡不着，肾上腺就会分泌更多皮质醇、压力荷尔蒙。皮质醇一高，会有2个致命后果，一是分解肌肉，让你好不容易练出来的肌肉流失，代谢再次下降；二是让你更想吃甜食、油炸物，还会把脂肪死死锁在肚子上，让你越减越胖。所以我常跟患者说，更年期减肥，某种程度上是富贵养，要让自己睡饱，心情放松，别把自己逼太紧。这里特别提一下咖啡因，很多女性习惯每天喝好几杯咖啡提神，年轻时可能没问题，但到了更年期，过量咖啡因，每天超过2杯，会持续刺激肾上腺，让身体以为一直处于战斗状态，皮质醇居高不下。如果你最近觉得肚子越来越大，睡眠也不好，不妨试着把咖啡减量，减到1天1杯，或者中午以后改喝花草茶、麦茶、淡茶水，给肾上腺一个喘息的机会。不用多久，你就会发现，不仅睡眠变好了，减重的效果也会明显提升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我帮大家简单总结一下。面对更年期发胖这只拦路虎，我们不用硬碰硬节食，要用智慧化解，记住这5点就行。第一，认清真相，发胖是荷尔蒙变化、胰岛素阻抗、肌肉流失导致的，不是你吃多动少，别自责，别焦虑。第二，践行211餐盘，每餐2份蔬菜，1份优质蛋白质，1份健康淀粉。吃饭顺序记住，先吃菜，再吃肉，最后吃饭，稳稳控血糖。第三，吃够蛋白质，每天3到4个手掌大小的量，这是维持代谢、合成肌肉的根本。第四，坚持力量训练，每天15到20分钟，深蹲、爬楼梯、举水瓶就行，让肌肉帮你消耗血糖，提升代谢。第五，照顾好肾上腺，少喝咖啡，保证睡眠，少生气，别让压力拖垮你的减重计划。最后，我想跟大家说，更年期减肥，别追求速度。年轻时1个月减3-5公斤很常见，但这个阶段1个月减0.5到1公斤就是很棒的成绩。这个过程是在调整身体的代谢节奏，是在为下半辈子的健康打基础，不是为了追求某个数字。我们减肥不是为了穿下紧身衣，而是为了未来20-30年里没有三高、没有糖尿病、关节有力、精神饱满，能到处游山玩水，不给儿女添麻烦。给自己一点耐心，跟着这些方法慢慢调整，你的身体一定会给你回报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或者你也正在经历更年期发胖的困扰，不妨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我要代谢健康。这不仅是对自己的承诺，也是给我最大的鼓励。记得点赞收藏，把这篇内容分享给身边正在为体重烦恼的姐妹们，让更多人少走弯路。我是隋医师，一辈子都在和女性健康打交道，希望每一位更年期的姐姐都能接纳自己的身体，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，活得出彩，活得安心。我们下次见。